先看到的。这个明明就是猫某说要先借我的，是我先看到的，是我啦！停！你们两个又演嘎了，又吵架啦！小蜜她不排队玩玩具了。明明猫某说他要先借给我的耶。后演嘎。我说不可以吵架，后就是不可以，演嘎就是吵架，后演嘎就是不可以吵架。对嘛？既然都知道，那你们就轮流玩就好啦。我 OK 啊，是小蜜不肯轮流玩的耶。因为是猫某先借我的。又演嘎了，你们两个慢慢沟通，我不要理你们了啦。拜拜。我先玩。演嘎吵架，演嘎吵架，真是太过分了。亮亮，你跟谁演嘎啦？小蜜啦。亮亮看起来好生气哦。气死我了啦！小蜜，那你跟谁演嘎啦？亮亮啊。他们两个吵架了啦。后不可以，后不可以。彤彤姐姐，我可以吃糖果吗？后。那我可以吃饼干吗？后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有吃正餐，不可以吃零食。小朋友，后演嘎，不可以吵架哦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磊亮。